歡迎觀看 ALS-HK 首部表面採樣流程影片。請嚴格按照影片中嘅步驟操作，以確保檢測嘅品質。我哋開始啦。採樣前，請先洗手30秒，再戴上手套。然後，撕開無菌採樣棉花棒包裝，順手攞埋支稀釋液，噴啲70%酒精徹底消毒對手套、錫紙管外殼同稀釋劑管表面。攞支棉花棒出嚟，浸入支無菌稀釋液度，喺管邊撳一撳個頭，逼翻啲多餘嘅液體出嚟，跟住即刻扭翻埋個蓋。做手部表面採樣時，記住由手腕邊緣開始，打直一路抹到去指尖，之後打橫再抹一次，最後要掃埋個指縫同指甲邊啊！完成後，將個棉花頭放返入支稀釋劑管度，拍斷支柄，隨手扭返埋個蓋就得啦。最後，請清晰地標示樣本試管，方便 ALS 同事作核對工作。然後，隨即將樣本冷藏並在24小時內送回 ALS。感謝觀看，若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客服，謝謝。